股方面啦，萬國數據咧報35蚊，係冇起跌。金山雲啦跌咗超過1%，報6個1毫8。騰訊啦606蚊，係升咗3個半。阿里巴巴升近2%，報153個7。百度啦升超過2%，報124蚊。咁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啦，連跌咗4日啦，創近2星期嘅低位。航運股咧係偏軟嘅，東方海外啦係跌咗超過5%啦，報125個8。太平洋航運咧跌咗7%，報2個4毫半。中遠海控咧跌1%，報13個6毫4。海豐國際咧跌2%，係報27個2毫2。內地11月食品價格咧由跌轉升啦，萬洲國際咧係升咗1成啦，係報9蚊01仙。而復星醫藥嘅子公司啦，同輝瑞啦就 GLP-1R 嘅激動劑啦簽訂許可協議。股價方面咧係升咗超過3%，報22個2毫2。內房股方面做好嘅，萬科啦同債券持有人啦商討展期，股價咧一度升咗超過1成8。現時咧就係升咗1成3啦，報3個7毫8。另外咧融創中國啦升咗近9%啦，報1個3毫半。綠城中國升超過2%，報8個6毫3。金茂啦就升8%，報1個2毫7。點睇港股市況？我哋請嚟獨立股評人彭偉新嘅 Castor， 你好。你好啊。係啦 ，Castor 港股啦，見到就即係過去2日連跌咗2日，差唔共600幾點之後啦，今朝早啦都延續個跌勢，不過下晝就見到有翻啲支持啦，升翻幾十點咁啦。今晚啦，即係香港時間星期4凌晨啦，聯儲局咧就會公布嗰個議息結果啦。市場就更加關注係咪釋出嗰個鷹派嘅姿態啦。後市咧會點睇呢？其實我諗最重要都係睇翻個會後聲明係點嘅樣，同埋咧就係要睇翻點陣圖啦。因為12月就有點陣圖可以即係追溯大概市場對於出年整體嗰個嘅息率咧會係點樣行嘅。咁相信而家嚟講咧，大家都係比較擔心就係嗰個減息嘅次數咧，未必係好似最初大家所預期係有2次機會添嘅喺出年。咁如果係真係最終嚟講下一次或者係完全冇短期再減息嗰個空間咧，咁美股嘅下跌咧，可能就會係進一步觸發咧港股嘅回調啦。而家嚟講好彩咧，就係話恆指咧能夠咧企穩咗喺25,400點呢個咁嘅即係重要關口樓上嘅。咁呢個水位嚟講咧，就只要唔跌穿咧，指數嘅進一步下跌嘅風險咧，就明顯係減細咗。咁我相信等埋個議息結果個會後聲明，咁我哋先至可以大概知道個市咧可唔可以係喺今日嗰個低位見咗底嘅。咁呢排咧，即係啲創新藥股咧都幾多消息㗎。尋日咧就有即係歌禮製藥啦，就公布咗個減肥藥嘅進展，見到個股價都抽升。到今日啦，復星醫藥啦就同呢個輝瑞啦就簽訂咗個許可協議，最多咧就可以有20億8千萬美元。今日咧見到都升咗超過3%㗎。你點睇呢單消息咧？又？其實對於復星嚟講咧，絕對係利好嘅事嚟嘅，因為復星自己本身嚟講咧，佢都係一個叫做投資公司啦。咁佢係買咗好多唔同嘅業務，咁對於復星佢旗下嘅即係叫做一啲子公司嚟講咧，係能夠咧係同呢個海外嘅藥廠咁即係取得一個協議，咁去幫佢銷售翻或者係推廣翻佢哋啲即係叫投入去嘅產品。咁其實好似之前嚟講都有好幾間公司咧，都係獲得即係啲大嘅美國嘅藥廠啊，又甚至係日本嘅藥廠咧，係進行一個叫做銷售或者係獨家銷售咧，咁都令到佢哋股價係有一個即係回升嘅。咁今次嚟講，我相信都係有相同嘅效應啦。咁對於啲我諗創新藥股份嚟講咧，無形之中都會係即係帶動翻佢哋係會係有更加大嘅機會會進行同啲海外企業咧係合作嘅。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幾 buy 一套嘅運作方法啦。咁對於成個嘅無論復星又好，又甚至係話其他嘅啲嘅創新藥都好，都係會有短期利好嘅一個幫助嘅。
係話唔該晒 Casta。咁啊，港股咧經過咗收市競價時段啦，恒指咧係收報25,540點，係升106點，大市成交咧有1934億。均速16.13公里每小時，獲得18分。大嚿份我冇咯，冇比上咯。顧住自身安全啊，又要諗下點樣翻工放工啊，啲交通問題啊咁咯。有地鐵我就翻㗎啦嘛，我人好怪㗎，慣咗要翻工，唔翻工唔好啊。係愛啊，定係責任啊？不願讓你看見我的傷處，是曾經無悔的風雨無阻。擁有夠不夠多，夢的夠不夠多，可以追求。同聲同步，人人881。曾經有廣東歌陪你捱過考試、失戀、熱戀、迷茫，今日到你入場撐佢哋。Chubb 安達人壽香港同你一齊守護廣東歌的傳承，即刻 follow Chubb Life HK IG 專頁，參加指定活動，隨時贏走 Pertory 呈獻2025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門票。入場見證偶像攞獎，更見證廣東歌薪火相傳。Chubb 安達人壽香港成就廣東歌的傳